Hello，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咁就歡迎大家收睇第342集嘅尤達 Best Bet。咁呢一集咧就要同大家咧就講呢一個禮拜日啊，喺京都競馬場上演嘅第173回天皇賞春。咁因為即係都頭先都咁講啦，即係之前喺錄呢個英國1、2千堅尼嘅時候都有同大家講，或者再之前嘅短打都因為今次都好多賽事要錄，咁啊所以即係而呢場即係天皇賞春咧，就應該係第一次香港有受注啦，咁所以都即係唔錄唔得啦，係咪？咁所以都即係趁而家即係而家英國時間朝頭早8點幾，咁我錄完呢條片之後咧，咁就跟住都要即係都唔等要剪啊，都要即刻要開車去 Newmarket 啦。咁因為今日 Newmarket 即係而家係禮拜六啊，咁啊都因為跑9場啦，咁好早就頭場跌1點10幾分就跑頭場，咁所以我都要預早少少出發啦，因為都要揸2個鐘頭車，成160幾公里。嗱咁啊，講翻啦，呢一場173回嘅天皇賞春咧，咁啊，亦都係咧春古馬3冠嘅次關嚟嘅。嗱咁啊，頭關咧咁就早幾個禮拜前就跑完啦，呢個大阪杯。咁跟住呢個就係第二關，咁第三關咧就係寶塚紀念啊。即係暫時為止咧，都未有一匹馬能夠即係包辦到呢個春古馬3冠嘅，咁啊比較近啲咁就係 Kitaksan Black 啦，咁啊但係 Kitaksan Black 咧，即係喺呢一個如果冇記錯就係喺呢個大阪杯升格做1級賽之後，佢係第一屆贏嘅，咁其後就即係呢個天皇賞春就贏到風捲殘雲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嘅寶塚紀念咧，咁就大意失荊州就俾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係俾隻李健皇冠咧就啄咗佢嘅。咁嗰次亦都係阿杜滿來跑得最出色，跑得好出色啦！嗰次跑呢隻李健皇冠。咁自此之後咧，都未有一匹馬即係能夠包辦即係唔好話3關2關都冇馬包辦到。咁所以但係即係呢一場天皇賞春咧，咁其實之前都有啲新聞講啦，講開咧就即係阿吉田二老爺啦，阿 Kasumi-san，吉田聖子咧咁接受一個訪問嘅時候咧，咁就喺度講咧，就話呢場3200咧，其實呢場天皇賞春咧，其實就應該要更改途程，就去翻2400。咁因為嚴格嚟講咧，日本咧就即係正式嘅2400一級賽咧，咁除咗打比橡樹之外咧，咁就已經係要去到日本杯㗎啦。咁即係里本嚇，咁啊所以即係亦都係咁講啦，即係會話間接講就係日本就欠缺即係里本嘅 Group One 啦，因為如果唔係後晚要走晒跑日本杯。咁呢一場3200咧，咁又即係除咗佢本身嗰個歷史意義之外咧，咁似乎又唔係話好有呢一個參考價值啊！咁所以咧，點解吉田即係會喺個訪問，即係會公開即係批評論，就講話應該要減程啦，即係要減翻去2400啦嚇，即係咁講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即係呢個作為即係春秋天皇嘅頭關3200，咁但係你而家細心睇，即係其實近呢幾年咧，即係近幾年嗰啲馬咧，都其實一來就跑嚟跑去都係嗰啲啦，二來咧，即係跑完呢一場之後咧，即係如果再要睇咧，即係再睇啲馬之後嘅表現咧，因為都冇乜機會發揮，咁所以變咗就即係。都可以話係頗雞肋啊！咁但係作為即係日本嘅8大競走之一，咁亦都有佢嘅歷史意義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場馬即係你如果睇啲15匹參賽馬咧，
咁睇落水準，即係又唔見得話真係即係同其他嗰啲即係中距離啊、里半啊嗰啲賽事比較咧，佢又好似唔係咁高咁樣。咁傳統嚟計咧，即係跑呢一場天皇賞春之前咧，咁其實都有好幾場嘅即係熱身前哨戰嘅。咁其中一場咁就係喺即係2月嘅時候喺東京競馬場跑嘅鑽石錦標啦 （Diamond Stakes） 啦。咁呢一場係跑3400嘅，就比呢一場即係 Two Miles 咧就仲要長啲，長多200米。咁另外一場咧，咁就係日經賞啦。咁就日經賞咧，咁就係喺呢一個就喺3月尾嘅咁日經賞大家如果記得就應該係即係杜拜世界盃嗰日啦咁就呢場係跑2500。咁當然啦，如果講再重要啲嘅咧，咁就已經係即係亦都係3月啦，亦都係3月中下旬即係舉行嘅2級賽阪神大賞典啦 Hanshin-Tao Shoten。咁呢場就跑3000嘅。咁即係一般如果嚟講，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即係睇開日本馬嘅都知道啦。咁好多都係跑完主要嚟講咧，都係跑完呢個阪神大賞典，然後憑住佢嘅表現咧，就再喺呢一場就即係再下一城或者再搏一場咁樣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就佢呢個 form line 咧都頗為可靠啦，因為真係冇乜根據啊嘛。咁一般嚟講，即係喺阪神大賞典有好表現嘅馬咧，去到跑呢一場咧，都可以保持到，咁甚至乎即係都有贏嘅都有嘅。嗱，咁今年呢一個阪神大賞典嘅盟主咧，咁就係呢一匹咧，即係兜轉兜咗好耐，今次換咗武豐，即係上次換咗武豐就即刻贏嘅 Admire Terra 地球種啦。嗱，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啦，即係舊年即係日本杯嘅時候，咁呢匹馬就都係當然矚目啦，因為一出就跌咗阿川田落嚟，咁全程吉馬，咁吉馬得嚟咧，仲要係即係臨尾仲要幫咗格倫島一把，因為佢我都講過啦，因為佢吉馬，佢仲要識得左穿右插，去到最後嗰200米咧，就喺蒙面舞會嘅左邊，咁又即係樣出樣入咁樣咧，完全影響到阿李慕華去即係推騎或者點樣，咁就最後就緊咧就即係蒙面舞會就緊飲恨咗，就輸俾格倫島啦咁其後喺有馬紀念，咁有翻個騎師啦，咁但係咧跑咗前面，即係就喺前面跟咗前一大半程，去到末段又散晒，冇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咁跑得真係令人失望啦。咁但係今年一換咗武豐，再跑呢個阪神大賞典，咁就一路跟前，哇贏得清脆利落，哇真係換個人真係完全換個人真係領些煲桶。咁所以就即係今次再用翻武豐啦，又排過3檔啦，咁可以話係非常之sorry 係啦，又係排翻個3檔啦，咁真係非常之理想啦。咁因為呢隻馬都係即係順住走跟前，即係可以跟前嘅馬嚟嘅。咁如果你睇翻佢喺阪神大賞典嗰場嘅表現咧，咁其實絕對即係喺呢一度啦，因為其實呢度啲對手都唔係話太多嘅啫咁即係都係可能都係3幾隻。咁變咗佢用翻佢嗰啲一貫即係且戰且走嘅跑法啦即係武豐最擅長嗰啲啦。咁都應該都即係而家佢係次熱門啦喺日本。咁我覺得3甲都好穩陣。咁即係睇下呢件。即係呢個武豐，即係今年可唔可以即係首奪1級賽啦？咁舊年就憑住隻定將田園就贏呢個寶塚啦，咩索塔巴魯。
咁呢匹馬咁當然就即係當然，如果你睇佢本身即係近況，咁佢都係一匹都算係一匹上緊嘅馬嚟嘅，即係撇開即係對上嗰兩場，即係一隻係一場啊跌咗個騎師，跟住一場啊就唔知跑咗去邊。咁但係睇到佢及時回勇，咁同埋我都講過啦，有道康夫對於呢個近藤家族咧係特別留神，同埋即係特別有心機練嘅。咁所以我就會稱高呢隻馬多少少啦。嗱，咁當然啱啱新勝大阪杯嘅北十字星，咁本身就打比馬啦，舊年咁即係跟住今年就即係喺大阪杯其實都贏得都幾清脆利落。咁一比就即刻有啦。咁即係如果你講論父系，咁個父系拜傑克山 Black 嘅，咁當然。即係佢都贏過呢一場馬，仲要係贏破紀錄時間啦，仲要係破紀錄時間。即係佢即係而家傑克山 Black 係呢一個京都競馬場3200嘅紀錄保持者嚟嘅，當時係即係破咗 Deep Impact 嘅紀錄嘅。咁已經係講緊係已經係9年前嘅啦，2017年啦。即係如果你講個父系，咁佢一定絕對係夠長力可以應付到。咁論神操啦，咁譬如跑完呢一個大阪杯之後咧，咁佢嗰個狀態方面咧，亦都係即係10級以上啦。睇佢嗰個神貨咧，即係啲彈出啲步咧，都係孔目，即係步頭有勁，馬身亦都收得好紮實，即係基本上就都冇乜嘢可以挑剔佢。即係如果睇翻上一場佢阿北川有一咁跑，佢又贏得咁出色咧，咁我今次都唔敢，即係起碼人馬合拍啦。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應該又係即係爭標分子嚟嘅。咁其實而家喺日本咧，佢都熱到2倍都唔夠，咁所以都比較即係大眾熱門啦。咁講翻啦，即係其實呢一場馬18匹馬跑，15匹馬跑，對唔住。咁社台概念嗱，都係老牌老規矩啦。我都係用開呢一個嘅即係先入門嘅分析啦。咁今次咧就真係都幾平均啊，即係社台係3兄弟啦嚇。攞分即係都即係佔即係喺呢場佔8隻當中咧。攞分翻都佔住一半啦。咁當然頭先我講嘅北十字星都係其中一匹啦。而社台咧即係就有三匹，咁分別就係2號嘅即係 Sunrise Soul 啊，旭日火陽香港譯作，跟住就13號嘅 Mystery Way 秘路啊，同埋15號即係着用吉田照哉社長名下嘅。林心處，咁呢匹咧就即係大冷門嚟啦，都去到100幾倍過外。咁當然呢匹就即係又談不上話好有根據啦。咁另外仲有一匹即係又係社台咧，就係吉田晴哉啊，即係三老爺追分牧場嘅主持人嗰匹讚詠啦。咁呢匹就係舊年中山競馬場跑呢個長途馬錦標嘅盟主，咁嗰場係跑3600米嘅。即係跑3600米嚇，咁都贏得都好出色。咁呢次咧亦都係用翻胡旗龜肽。咁頭先我都交代過啦，因為呢場馬即係如果要睇一啲引進賽事或者參考賽事，其實都係不外乎呢個鑽石錦標啦、日經賞啦、阪神大賞典啦。咁如果再講即係之前1年嘅，咁就係呢場長途馬錦標 Stayers Stakes 啦，即係喺中山競馬場跑嘅。咁都係呢幾場就可以睇到啲馬嘅長力，就咁解。咁所以頭先我講咗呢兩匹，即係都係大眾熱門啦，即係一匹地球仲係次熱門，北十字星係大熱門。咁我諗呢兩匹咧，即係喺呢度咧都零零舍舍都係即係好突出咗，好 outstanding。咁你唔揀佢呢兩匹㗎嘛，即係都可能即係對着幹未必收到錢啊。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大熱 Q 一
真係會開條大熱 Q 咧，咁都我覺得其實呢場馬要爆冷都唔係咁容易。咁至於第三勢力啦，咁啊即係而家第三熱門咧就係舊年呢一場天皇賞春嘅盟主啦 ，Redemptor 啦啊呢匹拯救者，咁舊年咧就係連達文贏嘅，舊年就係連達文贏呢場馬嘅。咁佢都係早段跟前走，咁啊跟住轉咗彎入到直路咧，咁啊已經望晒空，咁啊一衝就過晒咁。但係今年佢復，但係咧就跑完呢場馬之後咧，咁就都足足隔咗差唔多成年，佢先至出翻。咁即係去到今年嘅2月咧，先至喺京都紀念復出。咁嗰場叫做狀態初喺全程都喺後邊，咁啊唔知係咪因為慢閘定係點樣啦？咁啊表現就真係麻麻地啦。咁啊，即係但係就睇佢復課，最後試跑咧，隻馬就好翻啲嘅。咁啱啱女皇杯阿李慕華跑隻蒙面舞會，咁啊，即係我就覺得比預期失望嘅，即係完全即係竟然係一啲威脅都俾唔到隻浪漫勇士。咁當然佢出閘係有慢閘，同埋但係我係覺得佢係比預期留得後嘅。咁最後就即係邊場莫及啦，咁呢個第二都幾冤枉嘅其實。咁即係你嗰陣時李慕華咧，即係雖然即係話兄弟還兄弟咧，但係有陣時佢都有啲，即係有陣時佢啲馬一慢閘咧，咁就即係成件事就好似都亂晒龍咁樣，即係有啲不知所措。咁今次佢個檔又排得比較外少少啦，因為上次京都紀念佢又排2檔，排1檔，今次就排個12檔。咁因為呢隻馬都係本身都係跟前走，都係比較跟前走嘅。咁所以都要好睇早段佢點樣穩位啦。即係我希望佢就唔好留到即係中後段，即係頂晒籠都係中間。咁然後就即係撳住順住走，俾隻馬放鬆衝咁樣，咁啊睇下佢跑成點。咁但係如果講馬嘅狀態咧，咁佢都係叫做起緊。不過咧，如果同即係北十字星啊、地球眾嗰啲比較咧，我覺得狀態嗰啲仲係爭少少嘅呢匹馬。咁所以就即係呢匹就我覺得就即係都即係我就未必揀到佢喺我嘅即係前4選啊，或者備選勉強叫做買保險兜一兜翻咁都或者可以。咁但係就即係呢場馬其實狀態好嘅馬咧，其實都有成4-5匹嘅。咁但係真係有啲就即係你問題係佢有冇咁嘅級數啦。有啲咧就即係個檔位唔係咁好啦，好似頭先我講嗰匹讚命咧。咁其實佢狀態就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奈何咧，佢今次又排個14檔。咁當然京都即係跑3200，你排個14檔，咁你都仲有好多時間即係揾位。咁但係問題係京都競馬場，你係要先跑一個先過終點一次，然後再走一個圈嘅。咁所以變咗早段即係喺即係轉彎啊，因為佢喺對面直路尾開始跑入嚟過一個直路，咁所以早段佢過第一次終點嘅前面嗰個擺位就係好關鍵啦。咁但係真係呢一場其實都有好幾隻都幾有趣嘅馬，我覺得都可以拎出嚟講講。咁當然第一匹就係阿師兄嘅愛駒之一 Shin Emperor 啦，即係香港譯作真命新帝啊。嗱，咁呢匹馬舊年就相當算係戰績算幾好啦，因為喺沙地阿拉伯就贏嗰場當時仲未升格嘅新未來城草地錦標。咁跟住之後就去咗跑呢個愛爾蘭冠軍錦標，咁但係就即係就跑得麻麻地，跟住再去跑日本杯啦，翻去跑日本杯啦，咁啊即係跟住之後嗰幾場就即係都狀態都大幅走樣。咁到今年咧就即係試圖去衛冕呢個新未來城草地錦標啦，咁但係跑落去咧又好似即係麻麻地啊。咁因為咧板井流星咧就應該係停賽啦，咁今次咧就換咗岩田望來。
咁啊，Minari 啦，咁啊而家咧就喺個日本騎師榜咧就即係排緊第二嘅，就落後啊李慕華10場頭馬。咁佢同啊板井流星又彈咧，板井流星有10幾場咁樣啦嚇。咁啊岩田望內即係自從佢舊年即係嚟過英國又嚟過法國騎下馬之後咧，咁似乎佢嘅騎功就又進步咗咯喎。咁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即係用佢咧就可能有一個變數啦啊！即係可能會有啲唔同嘅發揮。咁其實呢匹馬亦都唔係咁難跑啦，因為而家大家仲記得佢舊年贏呢一個新未來城草地錦標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一出閘由頭放到尾，越走越有嘅。咁但係依場嗰場係2100，呢場係3200，足多咗1100米。咁我覺得佢又未必會係即係擺前面做頭嗰個啦，至多都係先頭嘅啫，我覺得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匹亦都咁講啦，喺埋門即係最後試跑呢隻馬係明顯係濕醒咗好多嘅。咁我覺得就即係呢匹馬當然你話如果同主嘅青春永駐比就當然就質素上都仲有啲距離啦。咁但係就呢匹馬即係都係咁講啦。你嚟到呢一度咧，對手唔算話太多咧。咁即係如果啲牌面馬稍為有啲閃失咧，咁佢就有機會就提升名次。咁所以呢匹馬咧，我覺得亦都係即係我自己都會即係爬冷啦，因為頭先都揀咗兩隻大熱門次熱門。咁我覺得如果講有邊線機會有質素嘅，咁 Shin Emperor 咧其實都係喺度敲緊門。咁啊，即係亦都相信始作方人，即係嗰個練馬功力啦，即係呢啲馬佢都好少會練錯嘅。咁即係亦都希望以岩田望內嗰個韁繩咧，希望佢可以幫到隻馬多啲啊。咁啊，睇下佢可以即係騎到幾多，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到威脅，即係嗰一對熱門馬。咁但係即係如果以而家咁嘅賠率咧，即係日本呢邊30幾倍咧，我覺得就即係絕對係有直播嘅價值啊！絕對係直播嘅。咁當然啦，頭先仲有一匹啦，咁啊即係頭先講開吉田啦，咁啊另外啦就係即係喺阪神大賞典跑第2嘅 Aqua Vemel 啊 Vemel 啊 sorry，Aqua Vemel 呢匹叫做春明水清係嘛，即係香港譯作。嗱，咁呢匹春明水清咧，咁就其實一度咧呢匹馬咧，即係全程都係跟前走，一度都出頭嘅，但係去到最後200米左緊咧，就俾隻地球仲一拱就過咗，咁就即係都即係俾地球仲都拋離咗咧 Amatera，咁但係佢自己都保持走勢咧，都跑得翻個第2嘅。咁所以咧呢隻馬即係俾我嘅觀感都進步都幾大啦，因為佢都係即係2仗前都仲係跑緊啲 O.P. 嘅啫嚇，即係贏一場 O.P. 跟住一嚟就跑呢個2級賽阪神大賞典，咁但係咁但係又係啦。即係本來呢匹馬又係板井流星嘅坐騎啦，咁但係我估咧，如果就算佢喺度咧，佢都可能都係跑翻隻 Shin Emperor 多啲嘅啫。咁今次就用咗呢個大黃人啊，松山宏平啊，嗱松山宏平喺啱啱即係呢個櫻花賞同埋高月賞咧，就一口氣橫掃晒啦，就包辦咗即係日本嘅2場堅尼。咁人就當然就旺㗎啦啊！即係手風亦都好順。咁呢匹馬亦都係啦，即係又係頭先都講過啦，都係一匹主動跟前走嘅馬。咁佢而家排個4檔都係順住走。咁啊睇下咧，就即係呢匹馬究竟係
喺前面搏走甩啦，定係還是跟住隻地球種咧？因為其實兩個都係拍住拖3-4檔，咁啊，即係會都可能有機會咧，都係包辦到條翻版 Q，即係阪神大賞典嘅翻版 Q。咁所以呢匹馬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即係屬於邊線咧，因為都係 on form 啦。咁同埋都係咁講，呢一場其實真正好嘅對手亦都唔算話太多。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地球中，即係當然地球中喺呢一度就條件就會高啲咧，因為喺阪神大賞典佢係好明顯技術性擊倒佢，因為一拍住佢隻地球中一推就已經係一彈就彈甩咗啦，就形成四個幾馬位。咁佢就叫做保持走勢，咁因為本身隻馬都係有少少均速啦，咁所以咧佢主動啲跑法其實就即係希望佢就嗰個韌力就令到佢越跑越有，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匹咧就比較先列入考慮，咁我覺得個牌面可能仲要比隻拯救者就更加優先啲。咁如果真係講狀態，頭先我都講過嘅狀態咧，咁啊即係幾匹我俾5個剔嘅馬咧，分別就係3號嘅地球種啦，7號嘅不十字星啦，8號嘅Shin Emperor 啦，9號嘅 Precious Day 嗱，咁呢匹 Precious Day 香港叫做寶貝日子咧，嗱呢匹馬咧就真係越級挑戰到唔越級係越咗唔知幾多級挑戰。因為佢本身咧都係以贏咗一場兩勝 class 嘅即係特保嘅即係兩勝 class 嘅特別賽，到3勝 class 跑場3000米咧，咁佢都係即係跑第4嘅啫。咁但係跟住一跑，而家就嚟到呢一個天王上春。咁即係當然啦，佢而家係一匹好冷嘅冷門啦。呢匹寶貝日子，咁但係咧，即係我都係啦，睇佢嘅神貨狀態非常，我覺得就好對版嘅。咁只係一樣嘢級數啦。咁因為級數喺呢度實在又係都幾懸殊。咁但係就咁同埋又即係配搭又唔係話好完整啦嚇。咁所以咧，呢匹馬即係我係攞出嚟講嘅啫，即係唔代表我認為呢匹馬係有機會。不過睇狀態佢好，我覺得都要攞出嚟話俾大家聽。咁當然大家即係要睇臨場啦嚇。咁同埋而家即係 JRA 嚇將嗰個即係賽日嘅直播咧，咁就放咗上 YouTube。咁當然大家要有 VPN 先至可以即係 access 到可以睇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裝個 VPN 咧，咁啊去睇啦，咁啊點都好過你喺香港睇香港嗰邊嘅直播片，咁因為你始終佢俾到嘅資訊或者俾到臨場嘅實況咧，就一定不及即係 Green Channel 啦嚇，因為佢用 Green Channel 條片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都建議大家啦，都裝翻個 VPN 啦，即係裝翻個 VPN，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都 VPN 都係好普遍，咁同埋而家啲收費亦都越嚟越平。咁我唔係話賣廣告啊，咁因為我冇好似其他嗰啲咧可以有咩優惠碼俾你啊，可以又平啲。咁但係咧，其實而家用緊嘅而家喺坊間用嘅 VPN 咧，其實都幾可靠，同埋又即係收費又唔貴咧，即係幾百蚊就用1年啦嚇。咁其實都 OK，咁但係就可以即係好似呢啲日本嘅咁，你又已經可以睇到啦。咁最好咧就係話，因為佢用 YouTube 直播咧，咁就實時就好過你即係用嗰啲機頂盒啊，即係安博啊或者小雲啊嗰啲咧，佢可能仲有2-3分鐘嘅 delay，咁你睇得嚟都蚊瞓啦。咁所以如果用 YouTube，佢有 YouTube 直播咧，咁其實就真係非常之好嘅。咁啊講翻啦，咁所以都建議大家即係裝咗之後咧，就睇翻嗰個片嘅睇臨場，咁嗰啲馬嘅行啊或者各樣咧，咁就會睇得好啲。咁所以呢匹讚榮咧，我覺得就即係以佢舊年贏呢個即係長途馬錦標嗰個態況咧，
咁今次其實佢即係上一場佢喺嗰個鑽石錦標跑入，即係跑個第五咧，叫做狀態賽嘅咧，咁啊省咗一鋪啦叫做。咁其實就應該個狀態會再好啲，咁但係都係啦，14檔又係要睇護旗歸太早段未轉彎，未過第一次終點之前個位擺喺邊度，咁其實都好關鍵。咁所以咧呢幾匹馬咧，我覺得就狀態比較好啲嘅，即係可以俾到5個剔嘅。咁其實呢場馬即係其他一啲好似即係一號嘅金律嬌甜啊，咩旭日火陽啊，啟愛神將啊，呢啲即係呢一堆真身呢啲馬咧，其實就變咗，我覺得就水準就始終都有一段距離啦。咁雖則我話呢一場馬即係啲馬嘅質素都比較參差啲，咁真正即係有一枝獨秀嘅對手都真係都有兩匹都幾突出嘅對手喺度，咁所以咧變咗即係呢啲已經係再難言談得上話有咩機會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可以好快咁同大家總結呢一場即係173枚天皇賞春阿尤達師兄嘅提供啦。咁我都係要嗱，即係正如呢個講啦，希望呢日地球仲 Admire Terra 能夠再下一城啦。即係無論本身隻馬嘅跑法啊，同埋馬嘅狀態啊，咁啊即係個跑法又好啱啊，冇風發揮啊，咁所以咧呢匹馬我覺得就個條件就會比隻北十字星好少少，咁但係北十字星佢有質，咁同埋即係佢即係只係叫做呢一場真係考驗佢嗰個長力，究竟有冇即係3200啦？咁因為北十字星咧，佢都即係最長途程都係跑過里半嘅啫。咁佢因為舊年係因為要去跑凱旋門，就冇去跑呢一個嘅菊花賞啦。咁但係就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論馬嘅血統咧，佢就絕對應該有2里嘅長力嘅。咁都唔成，即係都唔長力方面就唔成疑問嘅。咁啊，只係即係同埋就本身隻馬亦都係即係今年就再睇到有進步咧。如果你睇佢大阪杯嗰場，即係嗰種變速力都幾可怕啦。咁但係呢場你跑多1200米，咁會唔會即係嗰種 dash 又會冇咗咧？咁所以都要睇啦。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佢熱得嚟又有啲過分啦，即係2倍都唔夠喺日本。咁所以咧呢一隊咧就都係要一定要揦住佢噶啦。咁至於頭先都提過嘅呢匹Shin Emperor 嗱，我覺得今年呢匹馬就即係開始跑，即係叫做開始好翻啲。雖然佢上一場新未來城就跑得麻麻地，唔係咁好，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叫做休咗，即係叫做撻咗一場啦。咁去完沙地翻嚟，咁隻馬都有足夠，即係叫做都有休息啊，操練都好，即係按部就班。咁再加上咧，今次換咗個岩田望來，我覺得亦都係可以憧憬嘅其中一個原因。咁佢再加上佢有賠率啊，因為側晒落2隻371對度，咁佢而家 win 都有30幾倍。咁其實即係跟住啲第3、第4，其實就可以好都好乜嘢都有可能發生嘅嚇。咁所以呢隻馬我就要揀咗佢啦。咁最後啦，就要揀埋隻春明水清啦 Accra Vamil 啦 Vamil。咁啊呢場即係佢喺呢個阪神大賞典呢個第2咧，其實就即係都係好恰如其分。咁睇到佢真係有進步。咁正如我所講啦，佢咁樣打擂台，一下打擂台，佢都跑到個第2。咁當然你喺呢一度即係跑 Group One，可能表面就可能蝕底啲。咁但係正如我頭先都講啦，因為抽走371對熱門馬之後咧，其實啲馬其實都即係好多都可以好邊線嗰啲都可能都可以走得到。咁我覺得呢隻都係一匹邊線分子啦。咁4位洋民啊，即係都即係自從佢做練馬師之後咧，咁其實佢嘅表現都係即係平平穩穩。
啊。咁當然你話要佢即係喺前半版，即係喺前半版咁，當然又因為佢馬量又都唔算話太多啦嚇。咁佢養馬量又不算太多之餘咧，咁佢即係佢都冇即係唔係有太多即係可以跑一級賽嘅子彈啦。咁但係你睇翻佢即係表現，雖然佢而家為止都未贏夠100場頭馬，即係以練馬師計咧。咁但係如果你細數咧，其實佢過去4年咧都有級際賽進帳嘅。咁今年就啱啱贏咗場即係贏咗場2級賽啦嚇。咁所以都即係都睇到佢都係一路進步緊嘅練馬師咧。咁只係即係奈何佢馬唔算太多，得嗰40零匹咁解嘅啫。咁所以佢今次呢一匹咁，我覺得佢都會可能會好好把握睇下佢可以呢匹馬係進步到邊度啦。因為都要配合翻即係呢匹十字星啦嚇，即係馬房，即係育馬者啦嚇。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咁講啦。所以呢隻我覺得春明水清咧都可以當一隻冷門看待啊。咁所以今集尤達 Best Bet 第173回嘅天皇賞春咧，我嘅心水提供咧就係3號嘅地球頌、7號嘅北十字星、8號嘅真命新帝 Shin Emperor 同埋4號嘅春明水清。咁就係3號、7號、8號同埋4號。咁至於兩隻備選，咁頭先我都提過啦，拯救者 Redemptor 咧，咁尊重佢係舊年冠軍，舊年呢場嘅盟主，衛冕身份，咁又有李慕華，又木村哲也，咁睇下佢可以即係去到點啦嚇。咁至於另一匹咧，亦都可以即係叫做加入埋考慮，即係作為備選嘅，咁就係呢匹14號嘅讚榮啦。咁因為呢匹馬佢舊年贏 Stay 1 3600，長力早已證明。咁亦都係啦，即係呢啲咁嘅馬，你第一鋪你要佢 first up 即刻要贏，其實都唔容易。咁佢上次咁跑嗰場即係鑽石錦標 Diamond Stakes 叫做撻咗一撻馬，亦都係即係一匹on form上緊。咁亦都係啦，其實即係頭先我提呢一堆馬當中咧，咁亦都有唔少咧，都係用啲比較主動啲嘅跑法。咁即係當然佢哋就唔會話鬥搶喺度鬥隊鬥燒啦。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咁講啦。佢即係過第一次終點嗰個擺位，其實都係好關鍵。咁但係就因為個檔始終都係比較外啲啦，我就覺得比較蝕底少少。咁所以咧就即係至多呢隻我就愛嚟作備選。咁當然如果個檔位好啲嘅話，咁成件事就爭好遠啦。咁所以咧呢匹12、14呢一對馬咧，咁我就至多愛嚟作備選。咁就等大家即係一冷一熱啦，叫做下。咁幫大家即係譬如話喺3、4重彩上咧，即係如果要補飛鬥注馬，咁呢啲可以加埋落去考慮，就即係包埋咁樣。咁所以重複一次啦，第173回出天皇賞春尤達 Best Bet 嘅心水就係3號 Admire Terra 地球頌、7號Croix du Nord 北十字星、8號 Shin Emperor 真命新帝同埋4號嘅 Aqua Ramel 呢個春明水清3、7、8、4，跟住就係12 Redemptor 拯救者同埋14號嘅讚榮，咁就係備選提供。咁講到呢度咧，今集尤達 Best Bet 又夠鐘啦。咁即係好快同大家講完呢場天皇賞春，咁終於完成咗呢個禮拜阿師兄要錄嘅片啦。咁呢個禮拜都出咗3條片，都一係又唔嚟，一嚟就炳嘭嘭。咁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啦。咁希望大家就未訂閱我嘅頻道就記得訂閱我呢個 YouTube 頻道啦，撳埋鐘仔揀全部，俾多啲俾 like 留言。咁呢啲都唔使講噶啦。咁頭先好似啱啱嘅嗰條英國1、2千堅尼嗰條片咧，咁我見到即係個 live chat 都有幾多人留言，咁都好多謝大家啦嚇。咁當然就即係
D 馬路路法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之前啲片都講過啦。咁其實我哋都即係作為我哋成為我哋嘅付費會員，其實除咗要可以睇到我哋啲免費內容之外，咁我哋個 TG Group 咁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全面運作。咁因為英國嘅賽事開鑼啦，咁亦都會有啲即係特別嘅提供啦，就俾我哋嘅會員專享啦。咁啱啱好似呢幾次我俾嘅英國心水咧，咁都成績都 OK 啦，咁都有冷有熱，咁有啲有三重彩中埋添。咁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夠，只要大家能夠成為我哋嘅付費會員咧，咁就可以睇到我哋啲嘢㗎啦。咁當然另外就即係我哋嗰啲付費內容，另外就係即係師兄出馬啦，我嘅即係啲賽日提供啦。嗱咁除即係今日啦，即係呢條片出街嘅時候就禮拜日啦。咁之後咧亦都會香港亦都會即係受注呢一個英國1000堅尼嘅。咁當然呢個1000堅尼咁呢場馬，大家就可以睇翻之前嗰條片啦。咁另外就係其他嗰日其餘即餘下場次嘅提供咧，咁我亦都擺咗喺師兄出馬即係我哋都會放喺師兄出馬嗰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成為我哋會員就可以睇到啦。咁最後啦，即係見到我都講咗咁多口水啦，即係都錄咗好多。咁而家大家見到啲 QR Code 轉數快，都希望大家真係唔好吝嗇，多啲請阿師兄飲咖啡，或者飲咖啡茶點都好啦。咁等阿師兄呢個頻道或者我呢個賽馬平台可以繼續即係可以走得更加遠啦，亦都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啦。因為其實都真係都好需要大家即係請飲咖啡去維持我呢個平台嘅運作嘅。咁所以大家嘅咖啡咧係非常之關鍵所以都好再一次呼籲大家多啲請阿師兄飲咖啡。咁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就要到下一條片就再同大家見。咁希望即係呢個禮拜即係阿師兄嘅提供或者我哋 D 馬手足嘅提供，如果大家係我哋嘅會員咧，咁希望今次呢個週末啦，都可以幫到大家有進帳。幫到大家進帳就記得請我哋飲咖啡啦。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拜拜。